因為我哋以咁嘅形式去見面，剩翻嘅時間唔係好多啦。我哋得翻2晚，唔計今晚得翻1晚，所以我好想好好咁樣珍惜而家我喺呢個台上面可以見到你哋每一位。Hello， 呢7年嚟每次見到你哋都係好開心，無論係啱啱出道啦，我做過大大小小嘅商場 event 嘅 show 啦，記得嗰陣時有好多唔同嘅 annual dinner 啦，跟住去到踏入出道嘅第2、3年開始咧，就多咗好多唔同嘅演出嘅電視幕前嘅一啲嘅戲劇嘅演出嘅機會啦，就可以俾大家睇到更加多啦，例如男排女將啦、大叔的愛啦、百萬同居計劃啦，仲有係咩？你哋答？社內相親，我個名叫咩名？啱啦。其實咧，每一次嘅大大小小嘅演出嘅機會對我嚟講都係好重要咯，因為我每一次我都好想捉緊每一次嘅機會去表現到當一刻自己嘅最好俾大家睇，無論係俾觀眾睇啦，俾唔認識我嘅人睇啦，俾佢哋知道其實盧瀚霆可以做到啲乜嘢啦，佢熱愛緊啲乜嘢啦，亦都可以俾佢睇到以佢嘅演出可以感受到佢背後嘅 fans 有幾咁強勁啦。每一次嘅演出我都臨出台之前咧，我自己都會靜默一陣嘅。我一係就望住個地下啦，一係就望住台底裏面咧有好多嗰啲鋼嗰啲一支管嗰啲啊，即係你琴日前日成日睇到我喺後台度影相啦，會見到嗰啲架支架咁樣啦，管啦。咁咧我會通常咧會伏喺佢嗰度咧，跟住之後就會靜一靜啦。跟住我永遠第一時間諗起嘅一定係神徒嘅，因為我每一次嘅演出，除咗係我自己好中意嘅嘢之外，我自己好熱愛啦，我自己好想打造一個屬於自己嘅演藝嘅 path 啦，一個道路啦。而且我都每一次演出，我都唔想你哋每一位神徒失望啊！所以每一次我都同自己講，無論我呢一刻唔係完美啦，我唱歌仲未夠叻，我跳舞仲未夠勁，我所有嘢我都唔係完美，但係我會同自己講，我做到我而家呢一刻能力內嘅100分，我先可以對得住你哋咁辛苦、咁努力為我應援嘅每一位神徒，所以多謝你哋每一位 ，thank you。你哋每一次嗌我全名嗌我，其實嗌我咩都好啦。你哋每次叫我啦，你為我應援啦，為我叫啦，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力量嚟嘅。即係你哋每一次叫我，無論係而家呢一刻你叫我，定係商場 event 公開活動你叫我，甚
甚至喺街上面你撞到我，你叫我，或者喺 social media 上面你叫我個名，打我個名，我每次聽到你哋睇到你哋去呼喚我嘅時候，我都有一種感覺係我被需要嘅感覺，而呢種感覺，我作為一個30歲嘅男人，係有時都真係幾需要呢種被需要啦。俾人支持住嘅感覺啦，而呢一啲全部都係因為你哋俾我嘅愛啊，所以點解我喺 album 裏面我先會作，唔係我作，喺 album 裏面我先會錄咗一首歌係專課神號啦。只要你係支持我、欣賞我，甚至你只係一個啱啱認識我嘅人，定係你係一個年資由2018年跟到我而家都好，你哋每一位都係神徒，你哋每一位都同樣咁重要，送俾你哋我的支持型伴侶。我要變作你翅膀與堡壘，最一片幸福感的記敘。喜樂是誰還抱着寶，叫我望，仍靠在遊行樂趣。風到摩急都想起送你多點暖和，手寫多張相睇也怕知的我，發放你珍惜我，永遠教我多。陪同我